个风台熊界界，继续来到屏东县三地门乡的爱寮溪是中大水，当地一度有1700户的人家来停电，若西子乡是为昨暝就开始停电。 路口透风落雨，强度风台滑加刷下来，和屏东县有1700度失电。昨天晚上9点多突然停了5秒钟，之后再过了差不多20分钟就开始停电，停到现在。西野乡有店家的铁门因为无电，无法度做生意；徛家厝的冷冻库因为无电嘛，无法度冰物件。过几天的话就不行，你一整天没有电的话，差不多啊。今仔日透早的雨有较细，不过同款强风爽叫，路口的青红顶卫视便利商店嘛是规片乌麻麻，就传出树板叫吹甲长对着电火挑破。 台电供电人员讲，有2位高压电因为风台扫甲断电，非昨暗时开始派人去修理，即马复电率已经超过90%。三地门乡的爱寮溪嘛受到风台的影响，溪水南土沙变做黑色的湿水，水位嘛对了中悬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